关系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台中大甲智勇高中的美容科，甲台中港西主会来合作，举办寒冬送暖的活动，帮这个社区的长辈免费来加头毛，要互长辈时代有一个新造型，他来过年。我这边啊，个了个收一罐呢。亲戚问阿嬷面怎识到？智勇高中美容科有流水短领，来到泉水国小。 来甲士大人加头章抓铃，学生大声问阿公阿嬷抓铃的乐头，嘛替每一个士大人加因上爱头章，甲这个学校学到的功夫来回报社会。我头毛加了真水，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快变成职业了。他们也都会说什么自己想要什么，然后我们都会帮他们。阿嬷都说什么哦，你们很好啊，然后力道很刚好啊，然后觉得他们很可爱。 智勇高中逐年固定和台中港西仔会合作，甲士大人加头章，希望让大家会当真好水水过好年。这取之于草兰里当然咱嘛是尽量来回馈咱草兰里，在过年前来做一个爱心义剪活动让他们会当安尼水水当当来过个年能够深入社区服务人群，展现他们关心社会、关心长者的一面。 学校讲，今年拢总服务200位社区士大和泉水国小学生，鼓励学生用行动来关怀地方。有这个经验，未来会当用家己的力量，继续来做善事。